2026年3月26日，而家只要佢話你犯咗國安法，就可以充公你嘅財產，擺到明係共產啦。保安局長仲走出嚟詭辯，鄧炳強你真係狗改不了吃屎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事源3月23日政府刊憲嘅最新修訂。香港政府進一步加強咗香港國安法第43條嘅實施細則，擴大咗執法部門喺凍結同充公個人財產嘅權力。若某人因國安罪行被判處終身監禁或監禁10年或以上，律政司司長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充公其財產。修訂後，海關人員喺執行職務時，若合理懷疑某物品屬具煽動意圖，無論係咪有人被捕，都可以將佢充公。若海關關長認為相關物品屬於容易腐爛性質，可直接銷毀。修訂指明由保安局局長發出嘅凍結財產通知書，喺涉案人嘅法律程序完結之前，將會持續維持有效，加強對罪行相關財產嘅控制。修訂新增不遵守提供電子設備密碼要求罪，若拒絕向警員提供密碼或解碼方法，一經定罪可被判監禁1年及罰款10萬港元。許智峯被充公80萬港元資產。黎智英被充公3億港元資產。3月24日，鄧炳強又走出嚟獻世，講咗一大堆廢話。陳腔濫調咁話你冇犯法就唔使驚，執法人員係唔會濫用權力嘅。事實說明一切。同日，一拳書店店長旁1名及3名店員被捕，因有書店內販賣黎智英傳，罪名係出售具煽動意圖嘅刊物。我想問，有冇法例話黎智英傳係非法刊物？又係你呢啲垃圾官員說了算呀？信你？傻的嗎？真係信者得交。鄧炳強，你繼續開餐啦，唔阻你啦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